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离我们世界念佛救地球的大法会时间越来越接近了。师父呢，最近也比较忙碌了，除了环境要打扫啊，也准备把这个整个法会的流程做一番安排跟设计，所以基本上我的时间比较有限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希望利用短短的时间呢，给各位介绍这个内容。我们做任何事情要全力以赴，你所得到的价值那是非常可贵的。我现在讲这个内容给各位大家参考。杭州西湖的旁边有一座古刹，庙里面有一口钟啊，因为年岁已大，无法继续发出洪亮的声音，让城内一些读书人以及市内的住持决定筹募资金，重新铸造一个新的大钟。消息一传出啊，杭州城的民众蜂拥到古刹的前面，依自己的能力呢，奉献出大量的香油钱呐。由于大家奋力的捐献，很快就凑足了重新要铸造铜钟的资金。在古刹接受捐款的最后一天傍晚呢，有一位衣衫褴褛、蓬头垢面的乞丐妇女，一婆一婆的走到这个捐款箱的前面，望着已经贴上封条的捐献箱啊，对和尚很迟疑的问道：说我可以捐这个铸钟的钱吗？和尚打量这个乞丐妇女一身破烂的衣服，很藐视不屑的就问道：你想要捐多少钱呢？这个乞妇就有一点畏惧的从衣袋当中掏出一枚铜钱，很木讷的就说了：就只有这一个了。和尚大笑：哎呀，你就这一个铜钱，依我看呢，不必麻烦你老人家了。铸钟的捐款已经充裕了，够了。我不想为了你这小钱呢，把这个封条撕开来，你就请回吧。这个老乞妇呢，还想再说，但是和尚却用力一挥手，将他赶了出去。几个月以后啊，新的大钟铸造好了，可是，在启用那一天，却发生了一个怪事。新铸造的大钟所发出的声音，竟然比旧钟的声音还阴哑呀！庙方找到许多铸钟的专家，详细检查，也找不到任何问题。这种怪异的状况让大家都困惑不已呀！当天晚上，古刹住持就梦见菩萨显灵了，告诉这个住持，新铸造的大钟之所以不响啊，是因为你铸钟的铜料当中少了一枚铜钱呐。菩萨并显现那一位乞丐妇女的形象，让这个住持看见。住持惊醒以后，将这个怪梦告诉所有的人，整个杭州城全部动员，忙着要找那一位乞丐妇女，好让他把那一枚铜钱顺利的捐出来。最后，新的铜钟再度完成，荣有那一位乞妇全心奉献的祭钟，从古刹的钟楼里面发出阵阵洪亮而悠远的美妙钟声，响遍了整个杭州西湖的四周啊！各位，有这个公案，我们深深的体会到，做任何事情一定要诚心，不能用应付的。这个祭钟不响，或许因为大家的捐献是在行有余力的情况下去做的，但未必是真心诚意。而贫穷的乞妇呢，却愿意将仅有的一枚铜钱把它奉献上来。他所付出的不仅仅只是一枚铜钱，而是全部的心意跟他全部的力量啊！所以我们知道，凡事如果善用真诚，并且能够全力以赴，你将会发现到自己正开始有着美好的改变，变得更有能力，足以完成许多你未想象过自己能够达成的伟大的事迹。就像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位乞丐妇女，并不知道自己的一枚铜钱竟然会影响到这么大的钟所发出的声响，
所以你看，佛告诉我们，只要你念佛，有深深的相信，而且非常诚心的发愿，精进的念佛，佛一个都不放弃，永远要救度你。所以念佛是要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因为佛告诉你，你念我的名号，我一定救度你，永远都不放弃你。有佛的承诺，佛对众生的关怀，我们相信不要让佛来失望。佛既然要救度念佛的众生，我们更应该要诚心诚意的来念佛。我要到西方是肯定的，不需要疑惑的，不是三心两意的，不是在那边踌躇不前呐。我们必须要勇往直前，发愿到西方。我是深深的相信阿弥陀佛救度我的这个事实，我绝对不疑惑。我们如果秉持的这种理念，你念佛感应道交，天摇地动，一句佛号就是破地狱的猛将啊，是能够斩除邪魔的宝剑。所以我们只要能够清楚的了解这句佛号是了生脱死的秘方，我们如果紧紧的抓住100个往生，1000个往生，希望我们不要有生死轮回的这一种遭遇。我们知道世间太苦了，我们唯独只有念佛才能够跳脱6道轮回。今天这一个公案全力以赴所产生的价值是如此的浩大，让人无比的敬佩，我们应该要深切了解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